不吃。就吃一点吧，一点点。睡觉。你烫着了，没事吗？没事。哎，你怎么不小心一点呢？不是故意烫的。你要做什么呀？我饿了，给自己煮碗面吃。那行了，我给你做。不需要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今天怎么不开心呢？是考察不顺利吗？你跟谢妍在海边散了一下午步，能顺利吗？给我看看，没事。小雅，哎，不是，苏老板，擂主我打下来了，明天我是不是可以带他们训练了？随便，反正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没有啊，我不是当了擂主。那你能打过段飞哥吗？那你打赢擂主有什么用啊？真正的高手连看一点拳台都不看。段飞哥那些技巧、反应，没有10年8年练不出来，而且冷风哥也不在，我想练也没人教啊。走开。哦，你呢就带着他们好好练，好好练。哎。什么呀？就知道你没睡。谁让你做这个的？自己爱做，自作多情，行吗？来，吃一口。来嘛，吃一口。味道还凑合吧。现在几点了？不到11点，怎么了？你明天还要去接待那些考察员是吗？没关系，就这样，你是将军，我只是个马夫。那个谢总裁对红鼎安排的一切都看不上眼。为什么呀？这也不是事先没有预想到的。天海市的电商系统才刚刚起步，
考察员又是见过成熟电商生态圈的，尤其是那个谢总裁他叫谢岩。啊，谢岩嘛，红岭的电商计划在他眼里，简直就像小孩过家家一样。谢岩这个人呐，可能更看重人。人？如果他这个人认可你，他就认可你的事业。反过来也一样。倒是很简朴的管理官吧。段飞，你保护谢岩的任务是什么呀？哎，你又问这个啊？我的任务真的不能告诉你。那我就问一个问题，你问吧。你跟他有没有？有没有什么呀？还没有吧？还没有什么呀？有没有发生过关系？没有。哦，我睡觉。老婆，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衣服啊？是你喜欢的牌子，猎博。算你有良心。老婆，你真的不吃吗？不吃。我看你最近瘦的，我好难受啊！你不吃吗？哎呀，我不吃。那就吃一点吧，一点点。睡觉。好吧。哎，可惜啊，这么好吃的东西不吃，太浪费了。欢迎下次光临，再见。行了，说吧。之前查不到东西，是我们犯了一个简单逻辑性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按照之前的查法，不管是照片里的还是照片外的，都没有结果。为什么？我给你举个例子，红云几个月以前向电子商务系统转型，为什么？因为方便管理，效率更高。不对，是因为天海市的所有商务圈根本都不是数字化运行的。那肯定啊，那个年代10几年前了，网络还没那么普及呢。网络以外的形式，就是云顶书走过的路。我们可以按照云顶书走过的路，去调查一些云顶书当年调查的线索。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用。云顶书当年也没查出真相，那就是说明他走的路都是死路啊。没错。真是棘手啊！那现在的数据对那件事情有没有记录？那这件事不就是永远的石沉大海了吗？也不是。我今天想到了一个。今天早上你带我去
城市博物馆，哎，是干什么？你回酒吧之后，我去了几家美术馆，拜访了几个老画家，还有几个摄影师。摄影师、画家。不过还真有一样东西，在段宏书出事的那个年代就有了，只不过云顶树当时没有办法去碰，所以这个线索一直到现在。不过我们可以去调查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天海市本身。谢总早，早。今天的考察计划有一些变化，由我来做考察项目的全程解说。找到了，请。这也是电商部的2个核心，一个是市场调研组，一个是产品研发组。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模式。接下来这边请。这间会议室每周都会被使用12次，最关键的一次是每周4的例行总会。会议的一大特点是由各部门的总监分别担任主持，所有人都会对电商部的发展有一个整体感。还有的员工提出，会议室应该有自动冲泡茶水的机器，这项提案也会放在会议中商讨。请进。